蘇拉颱風襲港片段。一俾蘇拉吹到滑軌嘅女人。希望你們請多發言啦。二街頭表演。一到後冇變晒。三企唔穩嘅新聞報導員。猛烈㗎，我而家企喺岸邊嘅位置咧，就算係擘大晒隻腳，個人烏低咧，都係間中咧會俾啲風咧吹到咧，個人想向後跌咁樣。咁我哋咧再睇下。四勇敢嘅新聞報導員。塊面度咧好似針咁痛㗎，啱啱咧我對鞋都俾大風咧吹走咗啦，咁我身體要向前傾斜咧，或者扎麻咧，先至可以企得穩。呢位。掃把人。嗰個風勢淨係減弱緊，但係喺尖沙咀嘅情。六垃圾桶人。拎住個垃圾桶，佢傻佬拎住個垃圾桶。